后来，过来是台北一间真有名的私立的幼稚园，顶个月互未少的家长来指控，讲有老师强逼囡仔都爱食吐出来的物件，佮甲囡仔威胁要摕家刀来夹喙齿等等，害囡仔惊甲放火药，情绪失控。这个代志压出来了后，幼稚园的负责人向家长甲学生来回讯咧，讲已经甲这个老师开除了。也毋过有未少儿童被虐待的事件，拢因为举证困难，无法度来讨公道。今仔日家长甲立委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修法，强制幼稚园甲托婴中心爱按监视器，而且针对不当管教甲体罚的教保人员，应该都爱当当来处罚。囡仔倒咧，这个年母用手捏伊的耳仔，去年通一间托婴中心，这个年母苦毒囡仔行为，拢互监视器翕到。但过若是伫监视器翕袂到的所在，家长就无证据啊。2岁多的孩子，他长时间被老师孤立在教室里，但是监视器在他的正上方。要树林这间贵族幼稚园，家长指控讲有老师逼囡仔食吐出来物件，拿家刀威胁囡仔，不过监视器画面拢无声。老师恐吓孩子要剪掉舌头，威胁孩子不准回家跟爸妈说学校的事，但是监视器画面没有声音。幼稚机构甲托婴中心苦毒囡仔的事件真歹找到证据。最近5年来，被公告不良的托婴人员甲托婴中心，敢若51件，幼稚园更加是完全拢无公告。施虐的一个保姆有没有被登录到这个机构里面？好，那个有时候我们查不到。国小以上的孩子如果被打，教育部有这么明确的定义，什么叫做被打，什么叫做儿虐。真侪位立委甲家长呼吁讲，政府对幼稚园甲托婴中心老师甲年母爱明确规定无适当的管教甲苦毒囡仔定义，嘛要互资讯公开透明化，唔通互类似的案件一直发生。